跨过立法院消息来关心这疫情的消息，我们狂热变异株预言讲的是真歹，袂使轻视。为了要提升民众的保护力，指挥中心宣布讲，为今日开始，全面开放符合资格民众会使注第三剂甲加强剂。基础的加强剂注射的对象是12岁以上，免疫力不全也是较无够的人，只要甲第二剂人超过28天就会使注。这个牌子除了 AZ 以外，其他这3款拢是全剂量。一般民众的第三剂，也就是追加剂。只要满18岁以上，加第二剂，人5个月就会使注。提醒乡亲的是讲，刷来若要注射的话，唔免过去甲疫苗即款注文平台去注文啊，因为这个平台将你第18轮疫苗注射了后，就收起来，改用网络电话也是现场挂号就会使注射。指挥中心公布第三剂开始做，不过开放头一天，民众敢若无啥想要做。我想有一大部分的人是时间还没到了哈。那第二部分有这个很自占最大宗。那另外有一些民众是他们第2剂打完之后不舒服，想要改打一些其他的疫苗。到22号过来做第三剂，对加剂比例降0.32%。指挥中心即马甲第三剂分做基础加强剂含对加剂，若是一般民众做完2剂，过5个月了后，对加剂就4种疫苗会当选。另外，针对免疫不全和免疫力的8类民众，2剂做完了后，爱隔28天，得当做基础加强剂，会当做的品牌包括 BNT、莫德纳和高端。若第三剂疫苗规定较复杂，民众嘛较无傻傻，到底爱安怎做较好？其实我觉得前2剂要是试打完之后，你自己身体状况是好的话，我觉得你选同一种的疫苗是最好的选择。除了 AZ 啦，因为 AZ 非常不适合当追加的疫苗。医师建议，若是疫情较严重的国家，爱选抗体较悬的 mRNA 疫苗。不过，即马台湾疫情较安全，民众会当看家己身体状况和副作用，不管是做完整的疫苗，或者是蓝做伙做，拢能斟酌评估上适合家己的疫苗，再来做。